续要来看是这个台中发生一件让人震着惊的枪击案，有2个男子昨暝9点赛车到潭子火车头边一打卤味档，其中一个落车了后，先叫现场的人客离开，所以来压枪，但这个头家头壳啊要离开进前，过来补一枪，然后跳进车顶离开现场。遮尔啊创秋，伫这个人来客去的火车头的附近来开枪，是互民众活要惊死。警方已经找到车，但是人也未抓到。啊，若着枪的卤味档的头家送病院来急救，也是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都被我遇到。36岁卤味档细层的头家都伫涂骹无喘气，附近的居民真惊讲，因为有人伫人来去的火车头附近直接伫街路开枪。你们走，你们走。啊，伊叫迄2个白仔起走就对啦。啊，走伊就躲过来，啊，迄10个仔伫遐，伊就随报案啊，伊就先甲开2枪啊，可能躺下去啦。啊，要走的时候再补1枪啊。案发伫台中潭子火车头边的卤味档，伫昨暗时9点外，就查甫人赛车来到这，落车对头家开3枪，头家送病院了后，又是过身。3枪嘛，吓死我！啊，我伫遮看到天球，我要死，你知道？警方随赶到现场，经过调查，找到枪手的车，不过无抓到人。成立专案小组，并扩大调阅监视器。所以昨天深夜在太平区锁定犯案车辆及对象，那积极查缉中。警方强调，目前已经锁定嫌犯，等咧追查。不过凶手伫人来去的潭子火车头附近，直接伫街路开枪，警方却无法度随抓到嫌犯，要求附近的居民真烦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